上次講完提名委員會嘅組成，今次就講下提名程序嘅第二個重點，就係要得到提委會過半支持先可以成為候選人。中央話呢個安排係少數服從多數，聽落就好民主，其實只係偷換概念，因為提委會嘅職責係提名而非選舉，少數服從多數係適用於選舉而非提名階段。相反，除咗基本條件，例如香港永久居民、年過40歲等等，參選門檻應該盡量降低，不應加設不合理嘅限制，否則就成為篩選，限制市民真正嘅選擇。講到咁深，咁即係點先？我舉一個例子，相信大家都有開過會或者搞過大大小小嘅活動。一開頭通常都會有一啲 brainstorm 嘅時間，呢個階段當然係越多 ideas 越好啦。咁先有比較㗎嘛，唔係點知道邊個好啲呢？而提名咪就係呢個 brainstorm 嘅時間咯。一句到尾，依家有冇公民提名，有冇政黨提名？如果仲要提委會過半支持先可以成為候選人，咁咪即係佢篩你選咯。